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参甲来吟诗，圣诗第179首，恳求上帝怜悯，请起立并来首。
海沙较侪。我本为是你，有我甲你相甲你的。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只要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看我会应我的路。安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你常常伫你的大恩，写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阮求你伫大家忧伤痛苦的时代，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写免阮一切的罪，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洗净阮的罪。你是保护阮的顶牌，阮的灵光。你互阮的头壳也会起来，拯救是对上主来。愿你赐福互你的百姓，永远保守阮，互阮为过圣洁的生活，为得到平安喜乐。互阮为常常敬主，各用欢喜的心来归对你，服侍你。今仔日的聚会敬拜，也求主保守。互阮伫你通过牧师所教导的话语当中，忠心得到快乐，也互所有为主圣所着无爱的无通通，互所有教会信徒所做的拢合你的圣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咱用读上帝的话。记载里路加福音14章25至33节，来引日本88页，和合本第154页。侪侪人甲伊同行，伊就跑过来对伊讲：若有人就像我，也无管分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就无为做我的学生。无惊家己的事业来对我的，也无为做我的学生。恁中间啥物人要去拍，兼无大成这个，来算迄个所费，看袂起到社会。行了检彩下机，也无会起到好，就看面的人拢比像伊讲，即个人有人工，也无起到好。也是啥物王出来要甲别个王交战，敢无大成这个参谋，看会用10000鞭以及迄个传20000鞭来攻击伊的阿妹，阿妹就趁伊了远，找使者甲伊讲和。安尼，恁中间既然无放下一切所有的，会为做我的学生。请到学士班献诗刷请牧师有人教导。
新的主日，咱有缘来到主的面前吼。咱今仔日所要讲的是咱生活系列第9，就是最后用军队医毒来操练成长。伫即个中间，咱伫顶礼拜已经讲学亲像医毒，今仔日最后就讲用军队医毒来操练成长吼。感谢主伫即个生活的系列，咱拢通过遮的信息，互咱属灵的生命一直成长吼。请你甲你的隔壁的人讲，你是军队医毒的人。你是军队医毒的人吼，过来你讲，我是军队医毒的人。阿免，咱的话是有气力的，所以你宣告你甲人肯定，甲伊祝福讲你是军队医毒的人。所以即个规个伫遐操练成长到当牧师伫咧准备遮个信息道理的中间我的心嘛是真欢喜通过即9讲，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咱的属灵的生命不断伫迄个中间安怎？伫遐一直伫遐我是会当成长的，我是会当成长的，我要会富。每一讲伫迄个内面，咱就伫迄个中间有一个反省，了后有一个学习，佫有一个得着今仔日即段的经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咱用现代台语3角过来读一遍，请。一段经文。耶稣回来讲，对外人听家己的父母，好听听伊，因为甚至家己的性命会听我，为人最坏的路途。好听家己的事业来对我的，为人最坏的路途。你中间有人对伊一下。也无来先坐落来，可见看有够时，通完成家己了无？若无安尼做，伊拍伊了后，煞无得完成家己了。所有看到的人会甲伊接受，讲这个人有该失去，所以有当完成。但是有一个国王被其他大个国王看着，伊将会先落来，想看伊会咱另一万边，伊讲有2万边国王也会。那在因为伊会看迄个国王，了定不是找暑假伊甲伊讲。相反，恁中间无论啥物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运动。是，主耶稣伫遮讲，咱若无放下一切，袂当做伊的运动。咱拢讲咱要做主的运动，因为主有呼召人，而且即个呼召安怎，拢无停止。主讲来跟对我，来跟对我。早伊就有来呼召伊的学生有无？马太是对迄个讲抽象，伫迄个抽象的所在，耶稣来讲来跟对我，伊就去。然后佫有掠伊的人，就是雅各、安德烈，佫有
因是兄弟，彼得甲安德烈是兄弟吼，所以即两个兄弟党就耶稣把伊呼调，然后因就分对伊就对因的啥物因所有伫遐咧掠鱼，伊迄渔船啥物拢放掉所以即个呼调讲来分对我，咱的主耶稣对迄阵到心迈拢咧呼调，所以现主时耶稣犹原咧讲来分对我。犹原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来分对我，所以兄弟姊妹，你的反应是安怎？对你耶稣，伊要讲来分对我，你会随时讲好，主，我要来分对你，我要来分对你。所以，而且互咱会当来思考，讲分对耶稣，互咱的生命会当成长。所以反过来，你若讲我是分对耶稣的人，结果你的生命无成长，你就爱来反省讲，安尼我真正是有分对吗？我是对伫倒位？我有诚做耶稣的学生吗？我有诚做耶稣的门徒吗？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是伫正人的中间安怎？佫无共款的时刻对伫伊的身躯边，然后耶稣有对因佫来做训练，佫来做教示的。即个中间，互咱佫来想，我感觉伫即个信息内底已经毋嘛是第一篇伫遐咧讲，咱到底是迄个侪人、正人、一大群人，也是咱是迄个分对耶稣迄个真俗的人，无共款，无共款伫迄个中间。所以伫说个伫路加福音的中间有记载一个所在，有足侪人甲主。一大群人，甲主耶稣做伙同行，迄就是伫旧年12号的边仔，伫遐。然后迄个边仔的中间因伫遐听耶稣讲话，哇，听甲足真美的，听甲足好的。然后到尾后发现讲无物件好通食，哇，天嘛咧暗啊，要安怎？温度，我嘛无才调耶稣讲你去有食，伫即个中间，咱就知影耶稣有行一个新约，5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甲饱。然后，即5000个人食饱了后，继续追粉圈粉，就是对耶稣，要对耶稣到底就对，所以足到尾后，耶稣去伫山顶落来，伫加必龙的所在，因对你到遐，耶稣迄个时阵来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来找我，毋是因为看见神业。是因为食饼到饱，因为迄块的新约，因拢食饱，佫安怎？剩12个嘛，有剩嘞。所以因发现讲，哇，这个耶稣会互阮的生命食到饱，佫有剩，所以我们要来分对伊。总是耶稣伫遮来讲，恁会食饱是为着恁真正恁的肉体会食饱，恁拢毋知影。恁的生命是夭落的，所以咱看足侪人来分对耶稣，人山人海，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万人空巷啊，差不多安尼，逐时阵你看足侪圣经杂拢安尼拢安尼记载讲足侪人咧分对耶稣，但是分对耶稣的中间，耶稣讲恁毋是咧为着。恁是为着食饱啦，恁毋是为着讲知影我是上帝的囝，会当伫我的身上有迄个权柄，我会当行神业，是因为我有迄个气力。恁毋是看着这，恁做肤浅，就是干那为着食饱尔。但是我伫即个中间，我要互恁会当来诚做安怎？分对我的人，要得到上帝所应允互恁永远完成命。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伊有开时间。来教导遐个分对耶稣的人，兄弟姊妹，你是伫遐分对耶稣的边仔足侪迄群人吗？头拄我讲的迄个人山人海迄群人吗？也是你是愿意来接受耶稣来教导的？假说咱若愿意，佮进一步来到伫耶稣的身躯边，分对伊讲主啊，然后迄个永远食了袂枵的。我愿意来接受，若是安尼，耶稣就会当伫你的生命中，佮继续来甲你教导，咱就是会当诚做一个名副其实来分对耶稣的，互咱的生命
大生伫咱的属灵的信仰，会当来得到食饱。若是安尼，兄弟姊妹，今仔日会应察，才讲耶稣讲，人来到我遮，吼，即段伊讲，人来到我遮，若无听家己的父母，吼，家己的某囝，吼，来赢过听我的，因袂当来成做我的学生，成做我的门徒，无掠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的，袂当来成做我的门徒。哦，这是华裔，哦，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哦，就是爱听耶稣赢过遮一切。但是咱知影这个爱我胜过，就是听我赢过点点点。这个伊原文的意思，咱读我台语汉字本翻甲足好。伊讲人来跟对我，若无冠军，我毋知你会记哩即字无？若无冠军，其实这是台语汉字本，伊就是原文的意思。吼，所以伊原文的意思是啥？无论啥物人来到我遮，伊确实若无冠军家己的父母无囝。哇，兄弟姊妹，甚至伊家己的性命都袂当做我的学生。哦，即句话听了，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讲，那耶稣哪会叫咱怨恨咱家己的父母无囝啦？哦，耶稣叫咱怨恨啥呢？这是一个较夸大的一个比较词，伊是一个比较，哦，伊是一个比较，因为耶稣咧讲即段话的头前吼，有一段话。耶稣有讲一个比如，讲吼，当一个好野人，伊有办足青草的宴席，然后办好势了后，伊叫伊的学生出去请，吼，出去找迄个伊有放帖仔，吼，放帖仔的人去甲请，结果伊去找头一个，伊甲伊讲安怎？我拄仔好买一块地呢，我搁去看卖咧，看迄块地吼有安怎无？所以我袂当去，哇！才叫听我竟然用一款的理由来。第二个，伊搁去遐讲，阮主人要请你，迄宴席已经办好啊，请你来。伊讲我拄仔好买5对牛啦，吼，拄仔好吼要来试看好用无，安尼袂使，我无用咧。搁来第三个，啥物理由？伊讲我拄仔好带我，兄弟姊妹。所以伫迄个中间，迄个真生气，就是即个办宴席的即个好野人，伊到尾仔敢对。甲伊的老婆讲，你路边请遐所有的遐个善请人，遐个有看相的，拢请伊来要爬伫迄篱笆边的人，拢来叫来。所以伫这个中间，耶稣伊才来讲出即个讲，恁若来到我遮，若无怨恨恁家己的父母，伊用较夸张，意思讲恁若无听我赢过遮的，目标是要讲啥物？讲恁爱听我赢过遮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毋通想讲，耶稣叫咱，叫咱爱怨恨咱的父母，无。所有的论法内底嘛有讲，你爱听你的父母，你爱尊重。所以而且耶稣伊的重点就是你爱听我赢过遮的，听上帝赢过遮的，这是一个先后的顺序。所以咱的信仰拢伫遮咧教咱做一个先后的顺序哦。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较熟，咱若知影讲，我的生命就是对上帝遐来。所以你听即句话，你就无有啥物感觉奇怪啊？讲上帝叫咱爱安怎？咱就知影讲，咱的生命第一重要就是咱的上帝嘛，敢毋是呢？若无上帝小事，咱遮的一切拢无，一切拢无。所以咱听咱的主，因为有听主，咱有迄个关度，咱看见有听主，我才有遮的。然后我知影我遮的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我用你所赏赐互我的听，我来听我的家庭，安尼是毋是足顺序的？所以咱迄个先后顺序爱搞清楚，爱重点爱画好着，就是伫咱的生命的内底，咱第一主要就是主啊，感谢你赏赐遮一切。所以伫迄个路加福音的第9章尾后，咱有看到遐几个军队耶稣的人。因为讲有一个人讲，主啊，我咧跟对你呢，你无论倒位去，我拢要跟对你。结果耶稣来伊讲互你有空，天顶咧飞的花鸟有收，但是我人主无要困，无有看头的所在。哇！当伊来迄个人安尼讲尔，你
你知迄个人安怎反应无？结果伊就无对啊。伊讲啊，对你吼，我袂使你啊，无看头的所在，表示讲我这个军队里的人嘛是共款爱安怎，无看头的所在。我不愿意离开我的舒适圈，所以这个军队压缩的人伊就无军队啊。结果耶稣问个对面嘛，一个人讲：来，你来军队我。迄个人来讲主啊，容阮我转去埋葬我的老爸。再过来，耶稣来讲吼，恁着爱出在死人埋葬顶的死人，若是你着去传播上帝的讲，而且耶稣竟然安尼来讲，安尼意思就是讲吼，啥物是重要，先后顺序，所以人会用足济讲啊，主啊，我讲给你，但是吼，等我退休，主啊，我要来认真，来认真读圣经，军队里听咱你的话。但是吼，等我较有闲吼，等我年岁较济吼，我较有时间的时阵，但是而且足济人就拢无当下马上立即，就是无随时。但是对伫咱来讲，咱的生命内底迄个随时介重要，特别是听到这个生命的主，伊咧甲咱讲话时，迄个把握迄个时间讲随时的回应是介重要。是安怎讲？因为迄个时阵伊是必办好势，你所需要的，我要互你。所以咱要要来烦恼啊！我这袂使啦，我这袂使。其实上帝讲，伊的意思，伊意思是讲啊，你出在遐死人了，伊意思讲你来跟对我，但是这个代志，我会替你负责。弟兄姊妹，上帝从早就安尼讲，到伊的囝刀成肉体，到咱的中间，犹原是安尼讲。伫共段迄段的圣经，无甲福音第9章后壁，阁有一个人讲：主啊，我要来跟对你咧。但是吼，你用我先转去甲我厝内面的人3时啦。耶稣伊也吐开个摇头来讲，伊讲手看内尾，搁咧看后壁的人吼。袂堪你来入上帝的国，兄弟姊妹，这个所讲的人到尾后，因有军队耶稣无？因拢无军队耶稣，因拢有理由。甲头拄仔迄个办宴社办甲足西操讲来，请你来。伊讲啊，我拄买一块地，我拄安怎，我拄娶某，同款。兄弟姊妹，这个人伊无听主赢过遮个。伊无听咱的主赢过遮个，只有敢若嘴里啊讲尔，所以伊无真正付出代价来分配基督。若讲到代价，咱拢会惊，讲哎哟，毋知偌大的代价，总是伫遮。其实需要代价，敢毋是咧？兄弟姊妹，你今仔日来遮，你已经拢无付出代价啊，就是你将这段时间，你分别做成来到伫圣殿。条件主，共款伫即段时间，你若是用即款的心情，咱的主伊就安怎？大充满你，互你的生命会当来得到幸福，这就是主伊的应允啊。所以咱来跟对主，虽然是一段短短的时间，伫即个礼拜的时间，但是你若愿意，你就用迄个十足的，就是完全献上的。我无搁伫遐滑手机，我的心。有个人虽然无滑手机啦，我相信拢无人滑手机。就是讲，你的心是安怎？你的心无滑手机啦，咱的心嘛常常比滑手机的速度搁较紧的，因为做一念头拢会安尼闪过啊！我感觉迄个代志无做，我念伊要创啥？我拄要出来的时阵，有一人代志还袂用了，足济，昨昏我讲过迄句话，拄啥物人来去了？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包括牧师，咱每一个人爱面对的。我顶礼拜有讲过，可能顶礼拜，咱的迄个讲念头，咱的大脑吼，就是一做一物件，一直伫遐闪过去，到底你伫迄个中间闪过去的时阵，你要来聊聊，嘿，对，即件到底要安怎？还是你讲较紧过，较紧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我的心属你管啊，主啊，你认认我。我会当安静来到你的面前，你想主有办法无？有啊，咱的主耶稣是安怎？平静风浪的主，他也能够平静我们的心思。所以咱通过唱信息，
通过祈祷，通过你家己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来引领我，我着伫即个中间会当得到主你所予我的平静。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付出代价，了主讲，你爱掠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掠咱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顶礼拜有讲过，爱学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掠伊的十字架，背十字架。兄弟姊妹，迄个十字架是啥物款的意思？其实迄个十字架是一个见笑的意思，看无家己的，对无？就是伫迄个顶头，咱检菜会受侮辱、受凌辱，总是伫即个掠十字架的中间。耶稣讲，恁既若无有掠家己十字架的来跟对我的，袂当做我的学生。佮讲，若是有人要跟对我，就爱看无家己，逐工掠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这是路加福音第9章的3节。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咱来想看卖咧，啥物叫做看无家己、舍己？现代家己讲否定家己、否定自己咧。咱这个世界是叫咱安怎？你要看重自己啊，你要有自信啊，你要抬起头来，人才看会到你呢。总是伫咱的圣经的教是叫咱爱看无家己，足冲突的对无？真冲突的。而且意思就是讲，当我愿意看无家己，摒空家己，屈给家己的事，我是安怎？我看人主，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放空啊！当你看无家己吼，你一定爱接受主讲，主你来我的生命内底来做工。若无你的内面绝对毋是。可能是你自己换一个方式，在那当中做法，所以这个看无家己，一定爱搁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要来跟对你，我掠十字架，我掠迄个十字架，迄个十字架就是我这个人要来对付我，所以兄弟姊妹是用十字架内底，十字架毋是干那死命，搁有安怎，搁有活，我感觉这上赞的，伫十字架顶甲主同死。然后甲耶稣基督同过活，所以啥物爱伫十字架顶死，就是十字架顶面要来对付的，就是这个世界。世界有足侪引诱啊，世界有足侪安怎诱骗、试探，这个拢伫十字架顶甲主同死。咱的肉体，伫遐个引诱我的情欲，伫遐个旧的我，会当伫十字架顶甲主同死。搁有迄我的歹性地，有无？顶礼拜会祈祷的，我的歹性地，我的内面的怨恨，我的内面的爱讲遐个较垃圾的话，主啊，求你，互我会当伫十字架顶甲你同死，然后伫遐搁活起来，是一个阳光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所以这个背十字架有一个这么大的意思伫这个中间，所以我感觉这是上界精彩，上界精彩。所以换一个较简单来讲，就是对罪我是死的，对主我是活的，对遐歹习惯我是死的，对主的教导我是活的。有一个少年囡问一个较年老的讲，你是安怎解婚啊？伊讲就歹食就歹食。伊讲较简单啦，我食足久的安尼，你安怎解？迄个老的其实就是讲歹食就歹食，迄个是基督徒。所以我伫遐想着讲，对迄个歹的习惯，我就是死的。当你若有想着讲，我这个歹的习惯，甲主同顶伫十字架顶，安尼就死去。无有啥物搁去看医生啦，啥物啦？因为到了想讲，其实去看医生去啥物伫遐矫正嘛是爱你配合，敢毋是咧？所以迄个老的啦，迄个少年讲，食毒的人都会当改啊，食薰哪会当改？所以伫遐来讲，我伫遐想着讲，迄就是一个歹的习惯。除了以外，阁有其他的歹的习惯啊！我足爱延长时间，
我足爱食摸一个遐摸一个，也是我足爱有啥物款的一个摆的习惯，对遐的主啊，遐拢甲你伫时时刻刻同死。因为对咱来讲，从小基督徒其实有足侪生命已经有受练性，但是还阁有一寡还无到拄好的，所以伫迄个中间，咱偷偷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遮个我拢死。也是有啥物我看伊比你搁较重的，遐个物件，伊是伫顶死去。啊，主啊，我要对你搁来还。所以兄弟姊妹，对咱来讲，想看卖咧，伫咱的生命有啥物是爱伫顶是毋可以顶，甲主同心；有啥物是需要甲主同愿，迄个欢喜，迄个肯定，迄个相信。迄个活泼的生命，迄个温存伫主的面前分对伊的生命，甲主来同伴。若是安尼，咱有行十字架来分对主，了后咧，就放下一切。分对主行十字架了后，还阁放下一切。若无实在是高高平啊，因为迄十字架已经是成做一个咱爱行的一个必须，逐工行，逐时伫即个时阵，结果你搁歹东歹西，哇，真正是艰苦，莫怪伫遐哀叫。所以咱爱放下一切。所以啥物叫做放下一切？其实就是头来讲你所爱对付遐个。所以伫即个中间，你要放下遮个物件时，你爱有一个拍算，爱有一个拍算。咱看今仔日的经文里遐讲，迄个拍算，讲当你要起一个塔，迄嘛是迄个时代啊。因为迄个时代，伫迄个葡萄园内底，伊会起一个塔，迄个塔就是伫遐看讲啊，有啥物人会来偷摕遮个葡萄，还是要来迄个，就是咧固守迄个葡萄园的，过来讲啊，较输一个王，一个王，伊要出去战争，共款是迄个时代。咱若话咱即个时代迄个计算大计，你拍算要买一间厝，对无？咱即摆较少讲我来起厝啦，有啦，但是较别个所在，较毋是较都市的所在，我会当来起厝，起一个透天的啥物，伫咱的龙岗检察还阁有无？但是阮即摆咧起厝拢是建设公司啊，所以咱爱讲想看卖咧，我要买一间厝，我就爱来拍算看卖咧，我有偌济会当来请做啥物？定金对无？头前迄了后贷款，逐个月偌济我付得起无？这就是一个计算嘛。过来，你的生理，你要做生理，你要安怎做生理？要安怎投资等等，这拢是一个计算啊。所以兄弟姊妹，这个计算大计的意思，就是要互咱想清楚。要互咱想清楚，所以当你计算一切的代价了后，伫迄个感情上，你就知影讲，哎呀，主，我真幸无你，因为我知我所需要的一切，你拢要用尽啊。然后伫你理性的中间，你毋是干那讲一厢情愿讲对啦，咱的主啥物拢会替咱平凡啦，你迄毋免烦恼啦，你迄毋免烦恼啦，你迄拢烦恼，但是你有一个根据啦，你有一个根据。就是知影讲上帝所为咱平凡的，就是这个永恒的国度。迄个价值是安怎？这个世间所袂当互咱。兄弟姊妹，这敢毋是就是咱信仰内底上介宝贵的吗？上帝所为咱平凡，迄个永恒的国度，是这个世间所袂当互咱的。所以伫这个中间，咱就知影，咱就会当来放下一切来分对主。咱就会当放下一切来跟对主，总是兄弟姊妹，咱了是咧学习，敢毋是咧？有时真正无才了完全放下啦，总是咱拢安怎施工中，就是还阁伫咧调整的中间。所以，互咱充满盼望，就是我今仔日学习即点，我明仔载学习即点，互咱的生命不断拢伫即个中间伫遐咧成长。啥物会当帮助咱成长？就是满心充满对主的疼痛，满心充满对主的希望，互咱知影讲咱的高度是安怎，徛伫较悬的所在看落来。所以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不要失去那一个高度。
你的高度是你的制胜点，就是你的悬度。但是这个悬度要安怎保持？当你已经成做上帝的囝儿，上帝就提升你的悬度，结果你安怎保持？你要读上帝的话啊！你要读上帝的话，读上帝的话就你安怎？无惊呀！因为当你徛伫迄个悬度的时吼，魔鬼煞在来甲你挑战。哎呀，你敢真正有较好？啊，你有一条较悬，你的心就爱知影，我无较好。真正，我毋是偌好，但是我的阿爸跟上帝上介好，我靠伊，所以我的上帝，伊成做我的倚靠。啊，我是一个会犯罪的人，但是我只要认我的罪，我的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就要赦免我的罪。你知无？咱徛迄个悬度，咱的确爱来知影讲，啥物是互咱会当贴悬的，就是上帝的话。假使你若失去迄个悬度，其实咱就是即个社会伫遐浮浮沉沉，伫遐假混，伫遐刮混，咱的生命，咱会感觉无圆满，上可惜。咱的生命是圆满的，短短的人生，咱的生命是遮长，永远长的。所以伫迄个中间，甲上帝共款的悬度，足重要，足重要。所以今仔日伫即个生活的系列最后军队严肃，像咱毋通看着讲哦。了神爱付遐大个代价，我无才调啦，我哪有可能呢？姊妹，这个时阵你着爱想，足侪人安怎付出代价，军队主耶稣，伊的生命是啥物款？有侪人可能来思算，敢毋是伫圣经内底有侪伫你的生活边啊？我相信嘛足侪。但是你千万毋通去看迄，互你有当跋倒的，因为咱知。无到上帝见上帝迄天，咱拢还搁伫迄个邀请的内面。我看最近迄个彭蒙慧老师，就是空中英语教师，迄个老啊90岁迄个教英文迄个外国人啊，伊还搁住伫台湾呢。我感觉伊的生命就是足坎坷落落的。我看伊伫迄个讲国家祈祷早餐会，国家祈祷的早餐会内底。啊，人就讲啊，彭蒙慧老师，伊来台湾，用英语来传福音。听讲，因为伊差不多20出头岁就来到台湾了。听讲伊有绝人甲追求呢。有一个人要追求伊啦，一个查甫的要来用，因为伊到呾伊拢无结婚啦。结果当总统蔡英文去讲，其实我听讲种彭蒙慧老师的毋若一个。伊讲毋若一个，足侪个啊所以伊记住足侪个啊感谢主啊，迄是互咱的生命安怎？得到鼓舞。你看一个外国人，顶工咱的总统就担互伊会当住伫台湾领取迄个身份证，成做台湾人。若是安尼，军队主耶稣，成做咱的生命上较要紧的。过去我有捌一个韩国牧师，伫中山教会时阵捌伊。伫迄个中间，到最后张牧师就对伊一台一台一台迄个讲小油车无买成做教会有当加一台就单送。结果迄个牧师，韩国牧师一直咧讲即件代志，我做歹势我就想讲安尼好，伊转去韩国再见啦可能疫情中间。结果伊伫顶工，佮拄好来台湾，佮联络着我，伊就讲牧师啊，我一定爱见你一面啦，我足感谢你所做的代志。我讲无啦，规个讲上帝，我真正拢袂记你迄件代志啊，互你会当做好工课。我发现伊是一个足够感恩的人，所以伊生命就无共款。伊对中华坐公车来到鹿港找我，一个韩国人，伊个人看。看要坐到，我讲你伫中华，你安怎来？讲我坐公车，我讲杨坐，伊讲好，无问题，我当时来，伊就是为着要来打工，感谢你。又搁打工，伊讲我足惊，我一世人袂当搁看着你啊啦。我讲无要紧，咱上来日天顶3天顶，感谢主啦。伊讲你做的即件事吼，我伫韩国，我逐所在我会讲的，我足见笑的。但是我伫伊的心中，我看着。看军队主耶稣的脚趾，伊虽然毋是牧会的牧师，但是伊真做一个传道师啦。伊
即边来是要帮咱吕秀莲牧师，因要去韩国，去清廉，要安怎访问的等等即款的文化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四周围，我相信你会发现到，会堪入你伫遐学习的，伫遐看到足侪基督徒，伊会当伫遐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的。迄拢真侪咱的生命真大的一个激励。所以最后来讲，跟对耶稣会当操练咱的生命的成长。咱讲咱的生命的成长，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了有安尼讲，伊讲我知情，保罗伫遐压水，只有咱的上帝会互伊成长。兄弟姊妹，咱传福音，但是安怎？啥物人要互伊成长？是只有上帝会当互伊成长。换一句话讲，咱的生命要安怎成长？咱已经真做是基督徒啊，但是咱的生命爱成长啊！伫即个大自然所有一切的万物有生命的，包括食物，迄树木啦、遐个草啦、动物，就是遐个所有的动物，甲咱人，咱的生命成长安怎来的？是上帝赏赐的嘛？敢毋是咧？若毋是上帝赏赐，咱无法度成长。所以望咱知影。跟对耶稣基督，咱的生命唯一的成长的道路，只有跟对耶稣基督。这个世间无值得咱跟对，你会当对伫这个世间一切的物件，但是你爱先跟对耶稣，互咱有一个上帝的眼光，知影会当来分别。安尼咱伫这个世间，咱就会当徛了二声到永远。当你生命要结束的时，你的心无惊吓，你的心充满欢喜。有一个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内底迄个指挥穆老师，伊过生日的时阵，伊所发出来，前一站才拄过生日，伊发出来的告别礼拜是讲，请恁来参加穆俊龙老师的音乐欢送会。伊讲对伊来讲是这个世间的毕业，但是对一个永远活的生命是一个开始。所以拢爱穿乌衫哈，咱拢穿迄你要来参加音乐会迄种的着欢喜的衫所以去参加迄个牧师伊倒来写讲我实在去参加迄个音乐会真欢喜，因为通过遐个吟唱歌乐，知影讲咱所挖课的主。搁真搁歪处，超越肉体生命的处，伫迄个中间。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世间唯一的道路，互咱的生命会当成长的，除了头上头前1、2、3、4、5、6、7、8，跟对耶稣，最后爱跟对耶稣，成做咱生命上大的帮咱，上大的挖课。咱三甲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赏赐阮耶稣基督，若赦免阮的罪，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而且伊伫死人中搁活，赏赐阮有活命的盼望。阮知阮一世人，学亲像耶稣基督以外，阮也要举起阮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因为阮知，阮跟对耶稣，诚侪耶稣基督的门徒，诚侪伊的学生，对伫伊所教导的。要互阮的生命得到利益，要互阮的生命诚侪袂败坏的。感谢主，互阮对你的话语内底有即点好遮大的丰盛的盼望。阮献上感恩，也祝你良田永远。阮犹原是软者，阮犹原是时常犯错，总是主你帮助阮，赏赐阮有眼光，看见知，阮无继续伫迄个罪恶的中间。继续伫迄个犯错的内面，愿反转要来赢过遮的一切，愿主你来施恩带领，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诚做一个欢喜跟对主的人，诚做一个快乐会当来分享这个见证的人，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过来练习，因
上帝的话。信息第194首，我行的路，耶稣陪我，请起立领全首。
做个请雅丽解释来分享。结果我才知，他起码人家看的比较辛苦，还有在一开始过人，还有在，然后家里来过，一样讲他，有愿意接受的，来到中国来，有愿意来到的第一，来到，然后家里来过，一样讲他，有愿意接受的。留言卡吼，咱欢迎王家庭姐妹带伊孩子吼来到咱的中间吼，咱来欢迎吼，来到我们感谢欢迎进来，吼，好啊，感谢主，伫这个
中间吼，关的迄个讲，6月30诶，这新港乡诶上救灾车辆甲迄个医疗仪器器材甲到乌克兰的这个仪式吼，牧师伫今仔日会将，其实教会公布已经有对这个消息报出来啊，因为这是总会办的吼，所以还袂开始办，伊就先取得独家的报道。所以其他的教会无拢会报吼，包括我相信其他毋是基督教的媒体嘛报这个消息吼，所以既然报出来，就毋是好通避啦吼。头先是讲迄捐赠人做低调吼，但是迄个捐赠人伊嘛对足侪人个捐赠吼，所以伫即个捐赠仪式内底吼，差不多救护车，搁迄消防车，搁皮卡，搁其他的迄种服务，差不多100台的车辆吼，所以伫咧现场，其他就是有人奉献啥物运费吼，可能是通过长荣海运的部分啦吼，所以即个中间吼，迄所有的诚迄落感谢祝福，咱教会来当参加伫即个中间吼，到做一丝仔工啦吼，咱迄工袂当去的活紧吼，咱就为这来祈祷，愿即款的行动会当成做荣光上帝的行动，阿免吗？吼，伊无去找其他的机构吼，因为即摆爱有机构才会当成做对口上访国家吼，所以伊有教会公布你哪看，牧师贴上去，你就会看，迄个捐赠的人伊毋是基督徒啦，但是伊思考看到咱总会有做啥物款的代志，马该会当对迄啥物病床嘛吼，啥物吼送去甲乌克兰吼，所以伊到尾伊放心交，就是讲安尼吼，基督教会的总会吼，长老教会总会所以才有即款的机会啦吼，但无你想看遮尔大条的一个赠送的仪式，哪有可能咱若拢伫遐内底，咱拢无出啥物啦吼，咱拢无有捐赠啥物物资。咱所献上的就是这个人力吼，咱就是人的来伫迄个中间尔吼。深港乡公所就是出迄个场所吼，迄个捐赠人吼，真个足侪个，包括台北县政府啦，啥物消防局吼，各县市的消防局伫即个中间拢有捐赠啦吼。这咱可能到时是念过尔，但是牧师有迄个捐赠名单吼因可能袂晓知牧师用讲的尔。互恁知影，管一切的应跟规划咱来做以上补充报告。再来年我编诗，先诗第513首，原著是否不合意，请记列名字序，第7首还是牧师来举个。现行的夫妻相通，解进大家3个基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